学会做来学乐，伊是创造天地，伊是供应咱的上帝，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伊是堪得配得我们来敬拜，我们来尊荣，我们来赞美的。咱做来用这首学乐耶和华，学乐耶和华，咱要举咱的双手来学乐伊，因为是万王的王。万军的军，咱要伫宝座前来学乐伊。伊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独独伊是堪得咱的尊重。咱做来念，我学乐耶和华。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的故乡去山。圣殿来学乐主，来学乐耶和华上帝，因为伊讲，既若是伊应允的，伊一句都袂放弃，袂来落空。因为伊要赏赐平安，互伊的百姓，赏赐平安，互伊的儿女，赏赐敬畏伊的人，咱做来吟一解。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
本永不散。我坚信原本永不散。我的帮助是对倒落来，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遐来，咱做来吟。我的帮助对倒落来。脚又转，保守你的脚无断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伊伫你这边引领你，你是日头也袂伤你，你是月亮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对这世的考验我，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也来，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对倒落来，我的帮助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也来。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上帝，伊的时无伤害你，没事嘛无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耶和华要保守你，保守咱直到永远。脚又转，保守你的脚无断离，保守你的是耶和华，伊伫你这边引领你，你是日头也袂伤你，你是月亮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你
了归予天父上帝。主要将软正的诚做刚强，心内爽享的主嘛要为诚做朴有，心内痴迷主要有光照光伊，会当看见，因为主要伫咱每一项的心上行好的事，互咱来分别好歹，咱无诚做迷路的人，咱有信心有勇气。咱要面对挑战，咱要操练中来成长。软弱的我别刚强，贫穷的我别付出，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的生机。软弱的我别刚强，贫穷的我别付出，瞎眼的我能看见，主给我新了生机。和散那，和散那，定是释迦的羔羊。耶稣他
的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伫阮软弱的时阵，你扶持阮，你坚固阮，会当徛起来。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伫阮心内丧向较无你的，要得到心内真富有、真满足、真甜蜜。阮感谢你是你所收赐的。阮的心思意念、行为有犯罪，因为主你的怜悯、主你的慈爱，互阮会当活倒转来你，求你来赦免。主你搁我，互带互世间侪侪人的性命重新来改变，重新找到性命意义、性命的目标，无搁再受黑暗的捆绑。阮感谢你，何山啊何山啊，阮感谢阮的心神得救欢喜。何山啊何山啊，既然伫主你的内面，主你想出一切所需要，从丰富、充足。因为你的话要伫阮的心中，互阮得到快乐，互阮得到喜乐，阮将荣光归乎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因求叫耶和华的，耶和华要甲伊亲近，就是亲近遐个诚实，求叫伊的，敬畏伊的，伊要听伊的心所爱，也要听伊所求，来拯救伊，听伊祈祷的主啊，见若有血气的，拢要来就近你。咱做伙要来吟新圣诗242首，我的目睭要举悬来山，请起立。我的
先咱来坐念主祷文。愿你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愿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你带阮入去试，又阮有咧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是你所有，代无尽。阿免。咱下面要来念启应文第6集我来启，大家来应。我若会晓得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你来，我着亲像落在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我若有教遐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恁爱是宽容，有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快受气，袂爱不义，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仰望，这声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一落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成人。但现在，咱亲像照镜咧看，雾雾未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也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是毋茫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恁爱。下面要来邀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献诗的歌名是《你敢毋知》。你敢知？我目睭。
感谢献我队。下面要来共读圣经吼，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5节，第15节。这是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就是提比利亚海，有侪人对伊，是因为看见伊所行治病人的神业。耶稣上山，甲伊的学生坐伫遐。半过节就是犹太人的节期近啊。耶稣也捌看见侪人就近伊，就互腓利讲咱要对倒落买饼来，互遮个人食。伊讲遮个人是咧饲，伊讲遮个是咧饲，因为伊家己知所要行的。腓利应伊讲，用200个银仔来买饼，也无够额，互因逐人得着淡薄。伊的学生中一人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甲伊讲，伫遐的一个囡仔有5个大麦饼，2尾鱼，总是将遮个互遐个人有够搭落。耶稣讲，恁甲遐个人坐咧，迄所在侪草，人就拢坐，少也有约5000。耶稣摕起饼，祝谢了，就分互侪人。鱼也是安尼，拢照因所爱。因已经食饱，耶稣互因的学生摕食剩的屑仔，免得有拍算，就将食剩的5个大麦饼的饼碎扣满12孔。遐个人看见伊所行的神业，就讲，即个真正是所要来世间的先知。耶稣知众人要来，爱硬掠伊，互伊做王，就搁摕去去入山，只有伊家己伫遐。下面要来请社会馆牧师来证道。今仔的题目是分享产生行动，成做神业。我是总会大专的干事曹玉关牧师。进前我有22年伫高雄大专中心，所以我是2021年去台北总会加做大专干事。所以讲今日是因为台南大专的纪念主日，所以我着代表台南大专的永安的教会请安吼，嘛报告。等下咱有台南大专的同学伊会来分享台南大专的事工。遮嘛有一寡是台南大专的朋友吼，台南大专的学生，请恁会使徛起来，大家看一下吼。这是今日我直接拄着的吼。台南大专的学生吼，多谢。我今日来嘛是来我的学生的教会，就是慈云吼。慈云是高雄大专的学生啦，所以讲阮足早就捌啦。所以知影我要来恁的教会，伊就甲我讲：“谢谢你要来大桥教会吗？”我讲：“嘿啊。”
小可教会了，我讲哦，安尼哦，安尼就来接我尔。因为我嘛毋知大桥教会伫倒啊，所以我就甲伊讲，大桥教会伫倒，我毋知影，伊就来接我，所以我较知影讲，咱伫教会真早就礼拜呢，咱9点就礼拜。我错一条，9点礼拜通常拢第2堂较济吼。我想讲哦，咱教会9点礼拜应该是大家拢做骨力的吼，所以拢9点爬起来，嘛算做厉害啊吼。伫现代人来讲啦，吼啊我对做影来，所以我今日坐区间车过来吼，所以我真久无坐区间车吼，总是真感谢上帝有即个时间享受一下啊。这是真正是真特别的时间啦，就是你真安静坐火车啊，思考看风景啊，一站一站过吼。因为我也对台北倒来拢是坐高铁吼，你坐高铁无啥物时间互你慢慢啊坐。哦，你高铁即摆对我来讲，若亲像区间车共款啦吼。我几乎逐礼拜拢爱出差吼，拢会去倒一个所在吼，所以我感觉这是较特别的所在。啊，我今日会感觉讲啊，对做一个大专干事，阮当然是爱去协助每一个大专中心的需要。所以对阮来讲，这是一个互相分享、甲互相支援的事工。啊，当然嘛是会使讲代表大专的宣教事工，咱咱的兄弟姊妹请安，因为咱即摆是做伙参与伫培育青年事工的工作。咱的教会若是拢只有长辈来讲，当然是真好，总是欠缺啥物货缘线。所以咱爱参与即个青年的事工，除了栽培咱家己教会青年以外，咱嘛有开力的时阵，嘛爱去帮助、去栽培咱长老教会的青年。啊，长老咱台湾大专就是咱长老教会所组织的一个大专团契、大专中心，所以这是咱理所当然爱来支持吼，而且嘛是咱中会所定定的主力吼。所以，望讲咱伫即个种的互动过程中间，咱来做伙思考。基督徒的分享是做有大的气力，因为是代表上帝的同在。所以，望咱今日嘛会使启用一种的气力甲力量，来成做咱彼此的帮助。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互阮即个机会来参与伫你的圣工内底。愿信心上帝即时踮伫阮的中间，结连阮，连结阮，互阮听起你的话语的真理，成做阮的帮助甲气力，嘛成做阮头前跑走的力量。阮将即个时间献别出来，愿信心上帝结连阮逐人，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听起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恳求，阿门。我相信咱做侪人最爱看神迹吼，神迹奇事吼。啊，神迹奇事，互你感觉你做侪即种的可能性甲无限性，对无？就是你做袂到，你感觉突然发生神迹奇事。吼，总是咱看的神迹奇事，拢是真大件，也是讲真轰轰烈烈吼。哦，亲像讲钻石雨啦、黄金雨啊，即种物件。可是这敢真正就是神迹。我常常感觉上大的神迹，就是改变人的心，就是神迹。伫你的生命，伫你的环境中间有即种的神迹无？也是咱拢只有看到讲，这个人对无够有，也是讲变好囝，这就是神迹；也是讲病得到医治是神迹。除了这以外，佫有啥物是神迹？所以咱今日嘛要来看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咱的福音书中间。咱非常熟吼，我相信咱若自细汉伫教会大汉的囡仔、青年兄弟姊妹，即个故事你绝对听过，而且你会晓背啊。而且搁在教会诶，什物圣诞节嘛演啊，还是什物复活节嘛来演即个神剧吼，这真正是神剧吼。咱大拢演，啊有做些改编版，哦，啊嘛有做些创意版，哦，这就是咱真熟的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伫新约四福音书中间。五块饼两尾鱼的故事是唯一拢有记载的神迹。这4本拢有讲的吼。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马可福音6章33到44节，路加福音第9章10节到17节。总是只有约翰福音是这4本的福音书中间，对这个神迹的记载上特别的。其实我常常会鼓励我的学生吼，若要看这种有做伙。福音书有做伙记载的遮记述吼，你会使甲这四个经节拢找出来，你对照来看，有啥物是共款的，有啥物是无共款的。你会发觉讲每一本的福音书写的重点拢无共。啊，伫约翰福音书伊所写的神迹，较特别是讲，伊有提到这摕五个大麦饼甲两尾鱼来是啥物人？伊有讲到啥物人摕来？囡仔，特别强调是囡仔哦。
而且佫有讲着讲，带即个囡仔来见耶稣是啥物人？圣经经验者吼，毋通圣经头路就甲伊刻起来吼。啥物人？毋是彼得，嘛毋是约翰，是啥物人？安对了啊，即个配角的配角对无？伫圣经足少摕到即个人的哦。表示讲，即个新约是伫一个毋是预想的人物发生的一件代志，就是一个较无名的，伫咱的学生的名的中间较无名的学生，伊带一个可能徛伫遐无人知的囡仔来见耶稣，而且带着5块饼两尾鱼来。当时咱也知影讲大麦吼，伫耶稣的时代，常常是用伫放一即个家禽动物，就是你饲即个饲马仔啦、饲骡子啦，还是讲羊啦、马啦，这拢是因食的物件。足少人会摕来食吼，这是饲料。就是讲，即个人，即个家庭非常的颂香，伊较会摕即个饲料诚做食物。也就是讲，咱对即个伊摕出来即大麦饼，就知影讲，即个细汉囡仔，即个囡仔伊的厝内底家境绝对毋是足好的，毋是好野人。伊是一个较颂香的，总是伊做一个真伟大的行动是啥物？摕出伊所有的食物来分享。咱想一个囡仔，伊带5个饼、2尾鱼去，这应该是伊全部的物件，伊摕出来。而且有一个问题产生啊，咱来看这圣经背景讲，这有超过5000个人一个啊，为什物只有一个囡仔摕物件出来，其他大人较无看到，较无声音啊？为什物只有即个囡仔摕出来？为什物遐大人拢无出声？伫耶稣迄个时代，交通也是讲要休困买物件所在，毋是咱即摆现代非常的方便便利，对无？咱除了实体商店买会到，阁会使对倒摕到网络，对无？你会使去下载网络去买物件，去食物件，去做啥吼。这非常的便利。咱用咱现代人的来思考耶稣迄个时代，有较困难，因为咱即摆伤便利啊。我毋知咱敢有去，即摆可能无法度去以色列啊吼，迄边迄个小镇吼。我10几年前去吼，阮有一段路足长的，就是旷野，就是一段旷野的路吼。我较知影讲，迄当阵耶稣要行旷野是偌困难的一项代志。阮坐车坐12点钟，逐个人伫要稀累咧啊，而且规个旷野看无一个休息站，挡袂牢啊！真正大拢挡袂牢，就甲司机、甲导游讲，会使叫司机带阮去厕所无？因为每一个人拢想要便所，总是无便所迄所在。莫讲食物件，便所都无。所以迄个运将就甲迄个领导队讲，真歹势吼，可能搁爱3点钟才有便所休息站。大家听到3点钟，目屎就较要流落来吼，因为真正毋知法度挡到遐，所以我一世人毋捌参加遮尔特别的旅行团哦。伫咧旷野中间停落来，每一个人摕一支雨伞，伫雨伞下骹安怎？对，非常的迅速。我毋捌看过人便所遮紧的吼，非常迅速，确实，就大家就去哩啊。嘛。真毋捌看过遮尔济人，遮尔一台车遮济人哦，无人啉水，因为听到3点钟无人敢啉水。你会使想象迄个10几年前的时代是安尼的，去以色列旅行的时阵，迄个圣地旅行去道路遮尔困难。我想讲耶稣迄个时代应该愈困难，敢毋是？所以咱袂使用咱即摆现代人的思考去来看即段圣经，你会无法度理解。你爱去想象伫迄个时代。一个人也要出去吼，伊绝对安怎？物件爱早会好，食物爱早会到，水爱早有够。若无，伊是无法度买着物件的，伊是无法度买着物件来食来啉。较严重是安怎？会安怎？无水通啉会安怎？会喙焦，会安怎？渴死啊！咱当就是听这种故事足济嘛。沙漠中间失去水分的安怎？都会渴死吼。所以每一个人，你的身躯应该是拢有食物较对，敢毋是？拢该有食物有水较对。可是为虾米只有一个细汉囡仔摕出来分享？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代志，嘛是一个咱来思考的。咱常常拢等别人分享吼，咱足少会摕出来分享。总是这个囡仔真古锥，伊摕出来分享，而且伊无想讲，我安尼5块饼2尾鱼会使有偌济人食饱，伊拢无想迄种的可能性，就是想讲我摕出来，非常的单纯。咱若要摕物件出来，你也想出济，你袂摕。
你摕袂出来，对无？我想我摕出去，毋知人会咸无，啊，敢有好食无？敢会安怎？and then 你着安怎？你袂摕出来啊？除非你非常的单纯，你的动机非常的单纯，我就是要摕出来分享的。我就是要摕出来分享的，不管领受的人是啥物感受，总是我的动机是安尼吼。出福音书即个记载共同的所在，阁有一方面是伫人数方面的统计。单查甫人就5000，也就是讲，咱中间除了查甫人以外，拢毋是人。伫圣经的记录就是安尼哦，毋是讲咱是尊卑的问题哦，迄是迄当阵的计算方式。所以咱是想象哦，查甫人就5000个人啊，安尼佮加上妇人人，佮加上伊的囝儿，一定是超过1万人的，对无？这个人数是非常可怕的。佮看到讲，村的食物拢装甜12斤，12个篮子。第三是啥物货？耶稣摕饼甲鱼祝谢了后，伊较分互遮群众者，或者众人超过5000人的众人，拢食饱，而且会使安怎？装甜12斤的拿，这个饼水啊，这是超过咱的理性会使思考的哦。5块饼2尾伊会使50个人食饱，这真正是理智科学很难思考的吼。总是嘛，使通过安尼，咱相信讲上帝通过即个事件，通过耶稣基督的赏赐领受的人，伊经验着上帝的大权能的神力，伊家己亲自体验着的。当耶稣摕起迄个5块饼2尾鱼的时阵，伊祈祷感谢上帝了后，伊就回互伊下生去分，而且分互遮群众。真奇怪的代志对即个时阵发生啊！伫圣经中间做一个转折点，讲神迹奇事发生了。咱知影希腊文的原文中间无神力即个专用名词，伊无即种神力来讲，即个耶稣上帝的超自然行动。新约所用的神力，常常是用2个希腊字来代表，一个就是记号，第2个就是力量。也就是讲，神力是一种记号。耶稣基督通过即个神力，互人感受到讲上帝对咱的疼甲怜悯，互咱会使体验到咱直接甲上帝同在的记号。而且伊是一种力量的展现，因为耶稣基督用神力，互世间人看见讲伊的力量超过即个自然的律法，上帝的作为超过科学甲人的智慧所会使解说，所以上帝常常伫咱所行出来的代志，毋是用人有限的智慧会使理解。所以神力的根基就是啥物上帝的疼，这是神力的根基哦。你若是所有神力无上帝的疼，这就毋是神力，这只是讲是一种的行动。所以有上帝的祝福，就有生命力量；有上帝的祝福，生命就会使感受到讲奇妙的神力，而且搁安怎有春。我感觉这个神力上特别就是有春啊，毋是食饱无够，是有春。这有春装12拿，咱若听到12这个数字，你会感受到是啥物货？联想到啥物货？啊，讲到12，你会联想到是啥物货？12下先有啥？12支派。咱若知影圣经有足侪个数字，拢甲旧约的目标有关系哦。所以咱知影讲。这毋是特别，毋是安尼凊彩就讲一个数字互你啊。12是代表12个支派，所以才有做一个隐喻吼，就是安尼无明明啊讲，比如讲有上帝的祝福，上卑微的这个大麦饼，嘛使互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这12支派的人，得到上帝赏赐的生命粮食同款，得到这种稳定。也就是讲。上帝互人的是超过人所求的，我相信咱每一间教会绝对有即种的神力，只是有当时伫咱的每一天的生活中间，咱袂记哩啊。咱会真自然感觉啊，就是有啊。总是你也是真正真认真去思考。咱大桥教会，我毋知咱教会偌久啊？30几年啊嘛吼，30几年的大桥教会，绝对有上帝的神力，展现出伊甲你三个伫地。而且丰盛有春，咱有即种感受过无？若是无吼，咱要认真去思考哦，嘛要认真去悔改一下哦。因为你甲遮所有的恩典拢当做理所当然的时阵，你就袂感谢。亲像我做学生工作，
我常常会感觉我的学生吼，我食着种家长的电话，我拢感觉啊，这真正毋知要安怎教吼。伊就甲我讲，啊，我的囡仔吼，伫高雄上毋知有欠亏无？我接到一个上特别的，就是迄放假日吼，家长较有啊。伊讲阮囝会转去无？啊，无食无输，阮后生敢有甲你讲伊会倒来无？我想讲，你后生大学生为什么伊要转去爱甲我报备嘛？毋免啊。我讲我毋知伊要转去无？伊讲啊，我烦恼讲伊倒来，我无伫个，我咧无伫个，你着留地，你着甲伊讲就好啊。你甲我讲，啊伊讲，啊伊拢毋甲我讲伊要转来无？啊我讲啊伊安怎甲你应？伊讲，伊着甲我讲吼，我倒来，你看着我，就是我转来啊。哦，这个回答非常的有智慧。妈妈，你也看到我伫厝，我就转来啊。阮在座的年轻人有这样回答你的父母过吗？伊就安尼甲伊讲，我就讲哦，恁囝真有智慧哦。伊讲毋是，我在烦恼。我讲伊到底烦恼啥物货？伊烦恼伊出去，因囝倒来无锁匙。我想讲安尼，我毋着爱甲囝锁匙互伊，啊是安怎？我讲啊无你要叫我做啥？伊讲你会使甲阮囝讲，叫甲我讲伊要转来无？这是我碰过最神奇的一个问题哦。啊，我就甲因囝讲哦好，啊我就甲因囝叫来。我无好我甲伊讲，我是真生气甲伊讲。我讲你毋是幼稚园学生啊，要转去毋转去，甲你妈妈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伊讲啊我回去他就知道。我说他怎么？但是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回去啊？你造成我的困扰啊！这不是自然的呢，这个不是自然的。我讲你最起码尊重一下你的金库嘛。这是你的金库呢，在你还没有赚钱之后，它是输出给你的呢，你最好尊重他一下。啊，说，可是我觉得不需要讲说，但是你造成我的困扰，你就要讲。你们两个没有问题，我有问题啊。啊，伊妈妈搁问我一个问题，我嘛毋知要哪甲应。伊讲啊，食无输，你会使借阮囝2000块无？我借伊2000块是安怎？我足惊伊无钱通食饭。我迄当阵就有一点仔生气，我讲。伫台湾，捌听过学生枵死的，有听过食伤饱巴肚胀，捌听过枵死的。伊若巴肚枵，伊绝对会找物件通食。伊若无车，绝对会叫车。伊若无物件通食，绝对会去家同学讨物件食，人无会来找我。我讲你免管即种代志。伊讲对即个妈妈的回应，我就知影讲，即个囡仔伫伊妈妈的保护下面，伊所领受的所有事，拢感觉理所当然。伊就袂感觉这爱感谢，拢是造成伊个囡仔有即种的反应是啥物人？是爸妈妈的态度。妈妈的态度，我甲妈妈讲，你爱互伊大汉，你着爱放手啦。你无放手，永远袂大汉，伊嘛永远袂感谢。啊，所以你要去找即种，伊也大学毕业，你要找啥物人来甲伊照顾？伊伫大学我阁会使顾着对无？啊，大学了我敢会甲伊顾吗？虽然我常常讲吼。大专工作者就是终身保固啊，那像志云毕业遮久，我嘛是终身保固啊。我昨昏去参加我学生的婚礼，伊嘛毕业遮久啊。伊讲先请你要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就下来了。其实我想说，我已经参加到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助词了，换个名词而已吼。我就感觉讲，这就是做大专工作者的稳定，嘛是祝福，因为有人纪念你，这真好。总是咱嘛爱去思考这样代志。若是咱将这个问题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阵，你内心绝对袂感谢，你嘛袂记咧。若是你家己当作这是上帝互恁上大的礼物的时阵，你会用足感恩的心来去开的。所以我甲迄个学生讲，莫甲所有人对你的好是当作理所当然的，特别是爸母。我嘛甲这个爸母讲，你毋通互伊你毋通照顾到落尾，互你的囡仔感觉你所有一切拢是应该的。那安尼，恁两边拢袂大汉，啊，这就是世代的问题啊，敢毋是？我常常咧讲，咱咧叫青年倒来吼，就是爸母，就是咱教会遮的时代，就是爸母啊。你有宽容的度无？你知影遮青年伊若袂做怪，就毋是青年，你也知哦。他们如果没有奇怪的想法，就不是青年。像我即摆有奇怪的想法很难啊，因为我一点都不奇怪了。就是年轻人就是一定有很多创意嘛，对无？有这个想法是咱这辈的人。伊较是有这种问题，可是伊也有这种想法，表示伊是少年人，伊接受新的物件，伊想要去做一寡改变调整。啊，伊的实验场域绝对是伊信任的所在。你的教会敢有法度互伊信任无？你的教会有法度互伊信任无？
若是你的教会互伊信任，伊绝对愿意投入伫即间教会。总是伊若做一寡调整，恁着开始生气、烦恼、惊吓，伊走出紧的，这是走出紧的。所以有足侪人问我讲，诚无需遮亲的，毋知要安怎讲，想看觅恁的教会为啥伊歹来？每一个亲的拢想要倒去厝啦，不管即间厝有好歹，都想回家的。不想回家绝对是有问题的嘛。所以咱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咱对这个信念，着会使想到足侪问题啊，会使想到足侪你家己的生命的问题，嘛想到咱教会的问题。另外，伫约翰福音6章14节甲15节，只有一个足重要的提醒态度，就是这群众看到耶稣所行这个新律，因着想要安怎强迫耶稣做因的王。强迫哦，咱是看圣经写是强迫伊做王，所以耶稣安怎闪避众人，家己去山顶祈祷。马太福音第6章46节，所以伫遮提醒咱，祈祷是会使互咱转去到人的样式。只有咱人知影咱家己是人的时阵，你较知影你家己是软弱的、有限的，你是需要上帝的扶持甲帮助，你较会甘心乐意顺服上帝引带。所以你大心若要做领袖之前，爱先做人啊！啊，做人上大的方法就是转去上帝面前啊。所以咱逐工的生活中间做无用的对无？追剧嘛做无用的吼。我看我大概咧做捷运，台北坐捷运，我感觉，逐项讲台北捷运秩序很好，真正很好，因为每个人都在看手机。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看人的，都是看手机。所以我就想讲，哦，台北的秩序真的很好呢，因为非常工整，一上来有位置没位置都做同样的动作，就拿起来看了。有时候看到，怎么两个都看同一部？我想说，两个要不要讨论一下？整个车厢好像大家都看一样的。我想讲，台北人真正真特别咯，不管偌长偌短，拢是看手机。我想讲，这样看手机，你会被这个手机影响啊，你的思绪会影响啊，这个所谓的认知作战。那有当时会感觉讲，我好像会往那个方向想。你思考觅你的生活方式是啥物货？你留偌济时间互上帝？我常常问我学生提醒我学生，你留偌济时间互上帝？你一天24点钟，除了困以外，你留偌济时间互上帝？这是你家己去面对家己的。圣经甲咱讲，当耶稣面对人强迫伊做王的时阵，因为这毋是伊来世间的目的，所以伊着安怎逃闪离开人，家己尽力去甲上帝的相拄。所以伫你人生中间拄着真大的选择的时阵、困境的时阵，你毋是去找人来做参详啊！你要先离开人，去面对上帝，你会得到答案。我学生有要读神学，伊拢会问我讲：谢谢你，我有感动要读神学，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的感动我没感动。如果我没有感动，你要读吗？你讲这个，对啊，你的感动不是我的感动，我的感动也不会是你的感动。你要去面对上帝啊！只有上帝可以给你答案。其实我要甲你讲，你要读神学拄着什么款的问题？你有准备好无？无唔通甲我讲我满腔热血，然后去到神学院咯，满腔流血，这就无好啊，对无？你要清楚知道你为什么而去啦吼。所以这嘛是咱爱思考，就是讲上帝伫咱的生活中间，你互伊偌济百分比啊？你偌济时间互伊，伊就甲你相甲伫咧。你会使愈认嘛上帝，你就愈认嘛家己。愈认嘛家己，就知你家己有限甲软弱。知你家己软弱甲有限的时阵，你就愈来愈谦卑。你袂看家己比别人较强啦，因为你知你是你是有限的。也就是讲，当咱会使愿意去顺服上帝的时阵，甲上帝相甲伫的时阵，咱每一个生命中间，你会活出你家己的生命的价值。伫咱有限的日子中间，咱会使行出咱的行动，所有的人来分享上帝听。所以咱的力量可能真微细，你会可能感觉讲我也无法度做啥物货，总是只要咱出伫你上帝的信心甲听，伊会互你变成利益正人的力量，亲像即个五块饼甲两尾鱼的心力。所以咱对即个心力中间，咱会使来提醒咱3项代志。第一项就是咱看到主动的人，咱看到需要，咱主动徛出来分享，就会使成做祝福的记号。这细囝无介绍，伊只有一个开场，都讲耶稣叫这人坐来了，就有人带囡仔出来对无？这个开场没有前面也没有后面，就突然出现。你感觉这个戏剧张力很强哦，这戏剧社一定做欢喜的。突然，而且一定会打光给那个，一定会在那个小孩子身上，在万难当中出现一个小男孩或小女孩。
安怎拿了5个饼两条鱼，来到耶稣的面前。哇，这多有创意，跟多有那个，你讲那个 exciting 对不？你会做兴奋。总是你会感觉讲，为什么这个囡仔伊可能知影讲伊摕出来嘛，无法度做啥物，伊愿意摕出奉献伊所有，因为相信耶稣通过伊的奉献，会使成就搁较大的代志。所以我相信讲，心里上重要就是有人愿意徛出来分享。大部分人拢真安静，无出声，这个人徛出来，就这个囡仔徛出来，伊毋是家己食，伊是摕出来甲大家分享。当伊摕出来时阵，迄个时间就是神力的发生。伫咱的教会生活，咱的团契生活，敢毋是安尼？咱的教会生活敢毋是安尼？当咱的教会，你看你的教会甲你的团契有需要的时阵，你敢有法度摕出你的所有来分享，互迄个需要的人无？也是即间教会、即个团契的需要。所以摕出去甲分享的行动，互众人看着讲，这是耶稣互众人食饱的一个关键，这嘛是上帝祝福的记号。咱的教会，咱有看到即种的欠缺甲需要无？你敢有愿意甲即个囡仔共款，摕出你的所有的来分享，来做一种的摕出来甲分享。今年是咱长老教会设教161周年吼，就是去年是160年。161年中间，若是无这英国，也是加拿大宣教师来台湾宣扬福音建立教会，无今仔日1302间的长老教会。咱嘛无法度伫同一个时间，长老教会有无共款的作语、母语来敬拜上帝。共款60年前，台转成立，这是咱台湾台转是咱台北、台中过来就是台湾台转。迄咱拢是美兰彩会伊所开始设立的吼。啊，总是台湾城伊较特别，伊阁有一寡的历史，咱会使了解讲60年前若无遮个前辈出来成立台南台转中心，就无有开始台南地区的台转宣教事工。所以这台转宣教事工，我相信这就是校园宣教啊。你有校园的宣教，你较有法度来开始来招聚这寡青年来参与伫教会，成做耶稣基督学生。这是一个过程。总是要讲的是讲，咱嘛是咧参与即种的过程。咱今仔日咱的教会若无参与伫台南台转的宣教事工中间，咱无摕出来，无摕出咱的奉献，无摕出咱的关怀，咱的这个青年，伊就无法度得到成长，伊当然无能力来分享。哦，所以摕出来甲分享，这是会使连结的。所以毋茫咱会使做伙来思考，咱即马是咧做一个延续的事工。延续青年事工，延续台转宣教事工，会使互搁仔一个青年人通过伫学校的团契、台转中心认捌耶稣基督。当伊认捌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做伊救主的时阵，伊的生命因为安尼来改变，这就是真理啊！哦，我家己伫台转的事工中间，当然我做就是教会青年，总是嘛有做一个青年是啊，伫迄个。阮去发福音单张的时阵，也是宿舍报佳音的时阵，也是新生关怀的时阵，招出来的。有当时吼，有当时是伊的同学带来，伊的同学是基督徒，伊的同学离开啊，伊会留落来。我做即种故事的吼，然后所有的时阵，我就甲伊讲，再好的比在先吼，伫台转看到足清楚的。哦，咱有当时会感觉啊，青年应该，咱的教会青年应该就来团契，无一定哦。因为迄是领受着感动，伊感觉讲伊伫即个学校，伊找着伊的一群愿意互相分享生命的人，所以留落来。啊，即种会使成做伊的帮站啊。像我即摆去台北吼，我常常感觉讲我上大稳定就是我无结婚嘛，无囡仔，总是我做一个囡仔。我去台北的时阵吼，我学生足烦恼我，伊拢甲我讲我活袂落去，因为我是一个这困难适应环境的人吼，我就感觉台北，我之前来讲，我无绝对袂去索多玛跟蛾摩拉，我就去啊。我拢甲伊讲我是索多玛跟蛾摩拉，但我即摆住伫遐吼，我即摆搁住伫灾区，属意的灾区吼。我都讲是讲，我从来毋捌想过讲我会搁倒去台北，虽然我读台神的啦，可是迄阵是30年前的代志啊。所以当总会总干事咧邀请我的时阵，我开始就思讲，我开始住高雄。我远距上班会使无？无即种代志会发生哦，所以我就爱去啊。我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讲，要住地就是足大困扰啊，台北要住足困难。我找着厝了，空屋嘛，袂哩。我学生就开始甲我讲，谢姐，需不需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说哦，好啊，你要拿什么碗筷啦，什么盘子啦。我想我无咧煮的人，摕这要创啥？伊就搬这济碗筷互我讲，谢姐这个给你。我说我没有什么时间煮，没有啦。我们要来的时候，你可以拿出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也是一种恩典啊，他们也纪念我吼。伊常常会甲我讲，今仔周末真无聊的，今仔会伫台北突然老死，没人知道，拢会敲电话甲我问讲，这个礼拜天你敢有出去？无出去，咱会使出去多行行的吼。我足笨蛋出门的人，伊甲我约什么餐厅，我拢找无，所以到尾拢变约捷运站。捷运站绝对袂搬走的，餐厅有可能又找不到。所以伫这打去的第一年吼，我受因足侪照顾，我过去这学生的照顾。伊就甲我讲一句讲，你过去照顾我们，现在养你老是应该的。突然有点小小的感动嘛，我有点难过，我突然被养老了。其实我只是去适应环境而已哦。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稳定，退出去分享，就得到稳定啊。我过去退出去，所以我即马得到分享。伊嘛分享，我学生嘛开始分享啊。这毋是祝福吗？所以咱咧教会若退出去，就会分享啊，分享就会产生行动。这行动就会使看到上帝的稳定。第二，就是当上帝同在时阵，力量就展现。当耶稣提起这个囡仔奉献的五块饼2尾鱼祝福的时阵，上帝的灵就甲所有的人同在，结果就超过人所想象的这个力量，无法度理解的力量，超过人想象的结果。这5块饼2尾鱼的神力，毋是互5000个人食饱，阁有剩继续来分享。当咱伫社区也是校园内底展开好行动时阵，咱敢有相信上帝甲咱三甲伫咧？咱会伫咱的社区办好行动时阵，你有相信无？你若无相信，就莫办。讲实在，你第一个考验咱家己对上帝的信心嘛。你若对即项代志无信心，你就好好祈祷，准备好甲行动。那你行动出来，你就要相信上帝会通过咱所无法度理解、超乎我们的想象，互咱伫即个行动中间看到伊甲咱三甲伫咧。或者是讲，咱敢有相信讲，伫咱的起造咱的教会甲团契时阵，你敢有相信上帝甲咱三甲伫咧？若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咧，甲咱三甲同工，咱敢会生过信心，互咱有勇气去为着主的福音真勇敢往头前跑走无？虽然我相信头前犹原有足侪袂少的困扰甲挑战，真正有属灵的攻击，也是讲征战，总是你家己一定经验着上帝同在，力量就会产生啊。即种实力你一定经验着，就无有啥物代志会使阻挡咱，因为相信上帝，就勇敢往头前跑走的决心。所以伫遮咱爱为着咱的教会来献上咱的感恩甲祝福，嘛为着咱的教会甲咱的兄弟姊妹祈祷，上帝同在，力量就同在。特别咱即马教会牧者拄仔伫轮替的过程中间，咱会感觉讲足寂寞的无人带，毋通袂记哩上大的牧者就是咱的耶稣啊！你若袂去主角呢？牧师拢会离开啊！我伫大专22年，我嘛离开啊，对无？毋是讲牧师是，当然牧师嘛是最重要，袂使讲伊无重要。总是伊绝对袂使超越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较是咱的牧者啊，敢毋是？毋通甲迄个顺序搞错了。有人讲我因为啥物牧师来教会，所以我得到福音。安尼你甲即个牧师诚做上帝的时阵，你着害即个牧师啊，你知无？所以我伫牧会的时阵，若是讲我咧带传契的时阵，阮学生就甲我讲：谢姐，我真的好爱大专中心，我很爱 KTL， 我还爱怎么团契，我很想留下来。我说我也很爱你，但是赶快走，日期满了你就走好不好？大学是有日期的呢，你不是无限延长呢。你照正常的管道回来，我很感动。什么叫正常管道？你研究生你都来做辅导，还是讲你有许愿讲我要做2年的义工辅导，我做欢迎的。你们老公一直延毕吼，我2年前看到你是2年级，2年后还是2年级。不要跟我讲说你很爱我，我真的也很爱你，你赶快走。你甲学生讲过是种话做这边啊，所以我学生要延毕都会很小心翼翼的来告诉我为什么要延毕。谢姐，我要延毕了。我说怎么了？某某科什么的。我说你知道我会说什么话对不对？
明年不要再看到你了。你的日期延一年而已，不要再看到你了。再看到你的是换个角色来了，哦，是学长姐回来关心的，或者是我们的金主奉献给我，给我们大专中心，我很高兴。不要再当学生好不好？要不然就是要升级，不要一直是大学生，你应该是研究生的。不要把大学读成研究所，那也不要把研究所把大学读成医学院，那都不符体制的哦。我要讲的是讲，咱爱相信讲，咱每一个人伫上帝互你徛在所在，你若是相信上帝，你愿意甲上帝同工，你着真正会使经验到上帝同在、力量同在。你袂有做一个借口来去拒绝上帝，拒绝上帝的呼召。我相信你伫大桥教会绝对有上帝互恁的呼召，所以你会做啥？哦，毋通直直问牧师讲我会使做啥，是恁会使做啥？我家己爱想我会使做啥？我会使做啥？讲说即间教会力量啊！我会使做啥？互即间教会因为我得到祝福。我会使做啥？通过安尼来显现上帝甲咱三个伫咧。第三就是甲上帝同工，咱的每一个人会活出家己生命的价值。若无耶稣基督看到人的需要，这学生就袂去找食物，对无？学生若是无去找食物，这囡仔就袂带来耶稣面前。若无即个囡仔会奉献甲耶稣的祝谢，袂有5000个人食饱到有剩，即个生意发生。所以即个生意发生是每一个人拢有关系，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爱扮演的角色甲功能。教会甲团契嘛是共款。也就是讲，咱伫团契中间，咱来学习安怎甲家己做伙，安怎甲上帝做伙，安怎甲人做伙。咱去寻求上帝旨意的时阵，咱学习将耶稣基督的疼表现伫咱的团契生活甲人的互动中间。所以团契生活就是互咱活出家己的生命价值。你毋是去做比较，也是去做迄种虚无怨毒。哦，为什物治安拍鼓拍到遮我较看到鼓都毋捌我。你毋通安尼想哦，你温书无伫遮对无？对，我迄当阵无会时阵，我打出来无会时阵，也是嘛较细间的教会。阮有一个苏琴的姊妹，伊讲着甲我讲，伊无法度来，临时讲的。我着足勇敢讲好，我来苏琴好啊。我学过2年钢琴，应该是会使。虽然我足侪年无练了，我想我足勇气坐起哩。第一个音弹下去很勇气，再来就完全看不懂了。就是分离了，唱的人唱，我弹的弹，最后我就找着阿妹尔。哦，有始有终。所以迄天了后，阮的长老做歹势来甲我讲，啊，食团刀啊。总是吼，咱后摆清唱嘛会使。我第一大人要求使清唱，所以我就知影讲，文书无用就无去啊。这真正我是提醒咱大家，总是你有啥物文书，即马就好好用，这对恁的教会绝对是帮赞的。吼，嘛真做恁的气力甲力量。所以，当咱一个人会晓看重家己、疼家己，咱较会使去学习爱疼人亲像家己，去尊重别人。安尼团契也是教会较会使互人成长。这应该是咱真努力要去建造出来的一个团契生活的模式。所以咱每一个爱记的，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所拣选的。这是咱每一个人拢是团契生活、教会生活的 key person。咱爱保持甲上帝同在同工。你相信你的团契，因为你有真美好的代志来发生，这就是神力，这就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咱即摆要来听瑞文吼，来分享台南大专的神力。上帝伫因的中伫因的大专中心有做美好的代志。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嘿，我是南台团契学生随文。今仔日看到谢，因为喂，好，今仔日做欢喜会当来到大桥教会遮报告安尼。大先我先介绍我家己，我是台南人，目前我是读台南大学的演戏的研究所，所以头拄谢姐讲有一个 spotlight 伫遐，我就感觉哦，嘿，感觉有画面的这样子，嘿因为我以前是伫高雄大专，所以
其实伫大专的生活占我足侪时间安尼，嘿，就是对我大学到即马研究所，我拢是伫大专安尼，嘿。啊，我家己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我自细汉就是伫教会做主日。但是你问我讲，我到底学着啥物，我嘛是无啥啥。有时阵啊，我感觉我的信仰像伫海底内底游泳，安那游嘛游袂到大。但是因为伫团契即个熟悉的所在，甲大家做伙实在信仰，才会当我今仔日会当徛伫遮，甲大家分享。啊，伫这10年的转变啊，新的物件出现啊，即摆大专的学生甲以前已经无共款啦。即摆因有家己的想法，但是因为网络的世界、社群的流行，渐渐嘛甲家己关起来。因想要表达，但是无人好好教因安怎去做。世界有足侪声音，但是倒一条路才是正确的路？嘛是对我家己讲啦，我嘛是搁咧烦恼讲啥物路才是正确的路。对未来的迷茫，会当架上讨论。咧面对受伤甲怀疑的时阵，我感觉团契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去带领因来到信仰内面，彼此讨论甲陪伴。所以大专事工啊，是一个足特别的存在。虽然有人攻击即个信仰，嘛有人离开信仰，同时嘛有足侪人咧寻求一个安慰甲生命的答案。就算团契的社员会改变，我嘛会毕业，但是台南大专的事工嘛是会继续落去，因为遮的事工无法度用数字来表达，伊就是为着遮的生命中迷路、伫信仰中流浪的学生。互因找到一个歇喘的所在，为家己发声，相甲交陪，成做集体。目前台南大专中心有9个学生团契，是伯恩的牧师甲2位平信徒助理组成团队来带领团契。但是大专团契契友大部分是无稳定收入的学生，经济方面嘛真有限。所以嘛，希望兄弟姊妹若有感动的，会当为着台南大专中心奉献。奉献地仔有也伫周报，嘿，嘛欢迎大家会当鼓励大学生来参加团契。以上是我的报告，感谢大家耐心聆听，愿上主祝福每一个人。所以，咱着看到一个新的见证，敢毋是？我免讲伤济，我常常甲我学生讲吼。你若要互大专的事工会使看到所有较正面的，就是伫你的生命表现中间，毋是你做偌好，是你的生命表现。你互你的教会兄弟姊妹自细汉看你大汉的人看，感觉讲哦，你有一点仔无共。即种物件是正面的，伊就会去思考你的生命拄着啥物问题。啊，这就是大专中心咧做的代志吼。所以有足侪牧师会甲我讲，啊，做大专最简单的，该陪他们吃吃喝喝就好了。我说他们吃的比你还好。喝得比你还足，只是喝不能满足他们啊。是因生命需要是啥物？你有听到因内在需要的呼求是啥物话？这是较重要。所以有足侪大专工作，遮带全牧师爱半烂这时间陪这学生，毋是做无代志做的，你知无？迄着真正爱陪因，较知因信任伊，伊较会甲伊讲出伊的需要是啥物话。所以头拄仔内容有讲，这是大专中心的奉献，因奉献地做啊足水吼，咱会使认真看吼，这中间有因的需求甲目标，啊后壁佫有一个 QR code 吼，迄就是定额奉献、定期奉献，就是像咱的月定奉献共款。所以咱若固定一个月奉献500、1000，对大专中心的事工的需要就是帮助。所以希望咱伫祈祷中间，上帝感动你愿意奉献偌济，就将即个奉献放伫奉献地内底。若是你有想要写信用卡奉献，铁开吼，毋通写伫遮呢，也是扫即个 QR code 吼。也是你着感觉足麻烦的，你着铁开，写投入奉献袋，恁的教会就会使摕来互大专中心，或者你带交互内务嘛会使。吼，伫即个我是讲，毋是奉献的金额哦，是即个信用卡奉献的填写表。吼，这我常常讲，这上紧啦。QR code 佫无一定会扣着吼，你若真正有感动是随写。吼，我毋是咧卖膏药，我是咧卖上帝恩典哦。
这嘛袂到我身躯对无？所以希望讲咱会使做伙来参与台专青年事工，嘛使参与青年生命的建造。咱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有即个福分参与伫即个事工中间，通过分享会使产生行动，通过行动产生信念，互搁较侪少年人的生命因为安尼得到改变，得到成长。主，阮愿意退出，嘛愿意来分享。阮通过安尼退出甲分享，会使互上帝恩典，会使实现伫即个地上。愿上帝纪念阮所做的工，嘛互台南大专宣教事工，即个校园的宣教事工，会使继续延续落去，互搁较侪青年人通过安尼，搁较侪大专生通过即个事工得到祝福。嘛，阮的教会安尼得到搁较侪青年人的人才，成做教会的帮站。愿上帝祝福阮，嘛愿上帝帮助阮。安尼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恳求，阿门。感谢牧师甲咱大专学生的一个分享。咱即是要来唱回应圣诗，新圣诗52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请起立。请坐。下面咱做伙来举行今仔日的奉献。请起立。
坐念奉献宣告祈祷文。伊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有手术甲收回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微心，保护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洁净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生意道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将伊的信息甲灵敏赐予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下面咱要来消息报告吼，请拍开咱周报，会当来看。本主日是大专奉献主日，感谢这会馆牧师来本会圣道，代表请安报告，愿主来纪念。以斯帖小组陈秀华姐妹白内障手术恢复遭碍长老有跌倒伊即个骨头有小可不顺所以有小可后遗症痛痛请兄姐来关怀代祷求主来医治伊的即个病痛的所在，主的圣手来医治因带安慰互因即个伫个心灵的部分会当得到安慰上帝嘛甲因同在。咱有一个研习会，就是教会法规议事录的这个书写伊即个研习会的时间是6月21号礼拜天下晡的2点到5点伫台南中会来主办一个事务部地点在大湾教会咱嘛鼓励咱遮个即个参与伫即个中职的即个服侍的典管的遮个中职甲献音的拢会当做伙来参加即个期限是到6月15来截止咱搁一个有一个活动，就是即个焚而不毁，从逼迫看上帝国度的得胜伊即个时间是伫即个6月26号礼拜五下晡的2点半地点是太平径教会巴克里厅讲师是傅西秋牧师主办的单位是伫个台南中会教育部甲普世小组咱若有兴趣会当来参加。搁一个就是咱知影的即个亲子音乐体验营咱时间是7月4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到4点半地点伫东桥里活动中心内容有这个非洲鼓乌克丽丽，还有多手做的这些多肉植物指导老师是周桂英老师跟肖秀珍长老咱对象是要升小2到升小6的家的小朋友费用是一组200块包括家长甲囡仔好，下面咱要来念今仔日的根据恁逐人目的顾家己的事，嘛着顾家
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书2章4到5节。下面是讲道的时间，咱会当参考。咱若是有今仔日咱典管有写吼，就是为着咱的信徒的身心灵，甲咱的同工的工课吼，一个服侍，甲咱教会青年儿童，以及着教会捐款，甲一需要关怀的咱遮的兄弟吼，咱做伙来祈祷。主，感谢你，主，愿伫你的面前，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主，感谢你，主，感谢你。永远的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天地万物一切美妙彩色，甲地面所有跑走的，互阮得到饱足无欠过，嘛接着谢牧师今仔日的分享，甲咱遮的青年人，因的活命，阮会当知影你的道理，你是偌尔会当真实。互阮得到帮赞，嘛互阮知影阮永远跑走伫阮的即个服侍顶悬因为阮看到遮的青年因的成长，因的大汉，甲因的活命内底认捌主，阮偌尔欢喜，阮嘛。愿意成做一个军队耶稣，欢喜分享，甘心乐意，彼此来相听的教会，嘛祝福咱兄弟，咱的亲友、厝边好朋友，咱做伙来关怀，做伙来为因来代祷，嘛为着咱这片的土地，一百姓来祈祷，互因搁较济会来明白你的话。你的话是遐尔真实，遐尔宝贵。阮大桥教会兄弟伫遮诚心来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大家平安。真仔真感谢牧师伫咱中间的讲道，伊拄讲一句话，咱嘛有注意听无？改变人的心，才是神迹。吼，改变人的心，足困难。改变人的心才是神迹。吼，今仔日有带团队来，有4位啦。那只有2位有写尔啦。我先介绍2位吼，一位是罗恩利吼，伊即马伫台đoàn中心咧服务吼。来，咱徛起来，咱拍鼓仔者。另外一位是黄瑞文，伊拄则刚有甲咱做分享吼。搁2位呢，来徛起阮看卖一下吼，阮鼓励一下来，自我介绍一下。吼，住伫中心吗？哪个大学？台南大学。哎呀，
学弟啊，学妹，好，请你遮坐吼，咱感谢因吼，会当做伙出来含阮做伙来分享吼。啊，我今仔介绍一位吼，久久无来吼，啊，咱的迄个贺子姐吼，来咱看，久久无转来吼啊。天啊！伊要转来，阮拢足欢喜的。较顶仔一个左拥右抱吼，会甲你左拥右抱哈。吼啊，咱真感谢主吼，小华姐伊白内障啊手术诚成功吼，啊几个礼拜无看到伊。啊，咱的小华姐足低调啦，吼，伊拢无爱互人知啦，但是上帝知啦，嘿，上帝甲伊保守吼。啊，咱会着啊做今仔无来吼，啊因为伊的迄老人若跋倒啊骹若迄落吼，啊若无讲一直咧。去做治疗吼，他的疼痛还是存在吼。因为顶礼拜来讲，伊的骹迄个会疼，啊，因为裂开吼，啊没有还不是很 OK 吼，啊，咱为伊来带倒吼，好，啊我报告到遮吼，啊咱银尾变死了后，请牧师你甲咱祝祷吼，好来。现在咱做伙起立。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至悬上帝听谈，信息相通，互咱读书做一个分享的人，领受上帝祝福，诚做分享的人，因带更侪人认捌上帝，诚做上帝囝儿，伫教你过来日子，阿门。